我人伫倒位？无啦，我哪会无出来？哈哈，咪伫下骹啦。好，无啦，大家下昼平安，大家先来甲大家小姐问哈。克劳斯菜下昼平安，欢迎你来；，佮有鸟米果水下昼平安，欢迎你来；，佮有雷华下昼平安，欢迎你来；，佮有阿玲下昼平安，欢迎你来；，佮有阿聪阿姐。下晝平安，欢迎你来嘿！有听声无看影，因为我咧甲大家创治啦，歹势啦。好迄个对，先甲大家讲一下话吼。靠彩一时仔无看伊，欢迎。佮有雷华嘛，一时仔无看伊吼，欢迎啊！佮阿玲讲感觉足久无看伊阿慧，因为昨我有开啊，昨我咧拍电动，互迄个插头行到半小时，你无来啊？好啦，无啦，我2月有影是会开较少，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2月通开的时间无遐济啦，所以会开甲并进前较少淡薄，所以请大家小忍耐一下。3月还毋知，还伤久啊，还毋知，创即中昼平安有食中昼阿尾，大家有食中昼阿尾，计是咧换衫，对，今仔日敢会穿甲亲像迄个封面图安尼，袂哦，歹势哦，克劳赛最近较无用，袂要紧，我嘛是，我2月嘛是，其实嘛毋是无用的问题啦，就是2月我的时间较无法度，所以可能是影片的更新会较济放送会较少淡薄，好当咧等食尾个对呢，最近应该有这啥？最近应该拢会开始有尾个通好食通好抽奖安尼，毋知影大家尾个敢有咧抽奖诶？啥物或者有听声无看遐犹如咧稀伊啥物意思啊？啥物意思？我太看无，我敢是我台文无？食过中昼饭啊，食牛肉饭，牛肉饭，互方面度诈骗啊？毋是呢，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咱遮都毋是迄种所在，好无？咱遮都毋是迄种所在，咱遮拢是斯文，有营养，有知识。你若要爱看人烫目体，我毋知，哈哈，陈慧姊毋知。创啊，少无抽奖迄款好康，哪安尼？虽然我本人咧，我即个或者这叫做啥？家己请家己的是嘛无买个通食啦。我若要抽奖吼，我就是我若要办迄个买个抽奖，我就是家己买一个礼物转来，才来看讲，毋知影是咱的即个艺人，还是嘛呢食，还是加片的老师。会抽着奖咧，抽咧拢我家己，哈哈，有够可怜诶。若咪讲水无买个，毋过过年了有春酒敢有人讲是互做头个，敢是头个，就是一年上尾是食买个，上头起先会有一顿互做头个，大家敢有安尼讲？虽然我对即个传统诶，叫做传统诶。敢是讲叫做啥？传统的礼数，这应该嘛算一种礼数。对即种我是无讲真正做了解，毋过哪像捌听过有头个即种物件。买个食了安怎讲了啊？讲了是讲啥？讲什物？讲头家？迄是山顶乌狗遐的歌词。好，了解。做头家，对，有做买个，佮做头家安尼，烫衫嘛会当知性文雅呢。我即摆对迄部分还无研究啦。虽然确实是安尼无毋对，毋过这其实毋是今仔日要做的代志哦，今仔日要做的代志一定要做。今仔日要做的代志是要来和大家分享即礼拜我看到的新闻啦，淡薄仔紧张呢，头一摆做即种的，抽奖讲久的意思，讲了是讲久讲了
好，安尼这伤心的代志吼，咱都毋通一直问，一直甲你刺激吼，咱都赶紧来换话题吼，做想要换话题。好来，今日头一条新闻，这敢是讲今仔日啊？真正是今仔日咧，今仔日头一条新闻，毋知影大家敢有咧关注国际上的一寡代志啊？今仔日这日本的众议院今仔日要来选举啊！大家敢有听到这件代志啊？日本的这个或者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咱的袂晓读，读开即三仔的送伫今年的正月23。正月23，毋是高雄哦，毋是哦，咱的读开市三仔的送伊伫今年正月23的时阵，这无偌久之前呢，讲要解散即个众议院众议院互伊解散了后要安怎？解散解散啊，解散互伊解散了后要安怎？要定选啊，要定选即个定选嘛无偌济时间啊，像敢若互大家迄个16天就要定选今日要来登票甲开票，就是今仔日咯，就是今仔日所以大家若有爱看日本的新闻，就会知影都应该会看到即个代志啦伊即个解散众议院的时阵，伊阁有讲即摆即个。伊是自民党的嘛，伊讲即摆即个自民党若是无法度摕到过一半的席次，伊就要主动下台，所以到底会变做啥物款呢？这都今仔日开票了才知影当时开票咧，今仔日伫日本时间的暗时8点嘛得是台湾的暗时，安尼是几点？等下数学无好，等下。日本的暗时8点，我是毋是记毋对去？小等啊，7点，台湾的7对，日本较早，对，日本的时间比咱较早。今日多谢阿玲，今日是即个伫日本的时间暗时8点嘛，就是台湾时间的暗时7点的时阵，感谢两位古水的补充，多谢两位。即个时间会结束登票，登票登了。才通来开票，开偌久毋知啦，就是当然就是爱甲开好了所以非得但是今日暗时才会知影结果毋是暗讲甲伤关系，下豆平安欢迎你来，今日咧开始咧看新闻啊，大家可能较知影就是读开三仔的送伫即个外交，个日本的国防的方面是有较强势淡薄。简单讲就是对中国的态度是有大较硬有大较硬所以咱若是有看过了，无想要看到，可能嘛会看到迄个进前迄个中国官方有做真侪迄个甲伊丑化甲伊翕相的即个网架，佮有第影片，就会知影好回答就是安尼因即摆即个众议院的选举若是自民党会当摕到较侪席，因即个总理大臣要做代志，就会较无阻力就会较好做代志啦都无亲像有诶所好无代志喜友讲今日是你生日生日快乐，是毋是爱唱一下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做生日哈！好，我真紧就讲第一条就讲了好可能今仔日就免开偌久因为我准备半部嘛，无准备足侪条安尼就无法度咯安尼就无法度咯，安尼就是讲了，咱就通迄个帮我去加影片过来关心今日第二条新闻还有客气，真好。零所豆平安欢迎你来，还有伊头豆平安欢迎你来，生日快乐是的。好，来关心今日第二条新闻。今日第二条新闻这应该算科技新闻讲咱即个袂使讲了，继续讲3点，我都无准备遐侪条是咧。讲到袂输大家放票，无啦。
我是我家己的啦，我是我家己的头家啊，所以就爱我家己放我家己去休困，我才通休困啊。我拢是安尼对待我家己的。今日毋是要讲这哦，是咧讲较倒位啊？啊，讲甲即个 Elon Musk 哦，搁咧变啥物网？是安尼讲啊，搁咧变啥网？即摆伊要创啥？哦，伊讲想要布一个卫星哦，布一个卫星去太空吼。要来替即个 AI 吼提供即个计算力，啥物要提供即个计算力？计算力是啥？哦 ，AI 是伫即个电脑内底咧放诶嘛，大家应该知影啦吼。嘿，伊就是爱活伫电脑内底，才有法度做伊诶代志，才有法度运作。AI 是伫电脑内底咧放诶，所以爱互伊有法度通好伫遐运作，吼，就需要有电脑。哦，这电脑放伫倒位？这电脑是放伫传统的方法，就是需要一间即个资料中心啦。哦，简单讲咧，这资料中心是啥？就是甲一拖拉库的电脑，哦，放伫一拖拉库的电脑放伫迄个一间大间的仓库内底啊。毋过迄个。因为即个 Musk 哦，伊就认为讲即个大家对 AI 的需求应该是有愈来愈济啦。吼，愈来愈济人想要用 AI 做一寡有诶无诶，好代歹代，吼所以咧，咱对即个计算力，吼，就是计算的能力诶，即个需求就会开始愈来愈济，济甲安怎？济甲即个无法度伫地球顶面起遐济仓库，无法度伫地面来实现啦，吼所以咧，即个 Musk 吼，伊敢是顶礼拜，应该算顶礼拜，就向即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哦，就来申请吼，申请啥物？讲要甲即个卫星吼送上迄个太空，要甲卫星送上太空，哦，互因伫即个地球边啊，伫遐踅来踅去，吼按算吼要送100万粒。哦，可能无介大粒啦，毋过足济呢。哦，伊按算可能要送100万粒诶，即个食太阳能诶卫星，吼，互因组成一个网络，吼伫遐飞吼，伫地球四周围伫遐飞，吼就通提供即个 AI 诶使用者因所需要诶即个计算力，是安尼，伊个有一个理由啦，而且伊个有一个理由是伊迄个发现讲。平要去即个电脑的仓库吼，咱是平要去电脑的仓库，去伫涂骹，敢是讲涂骹，去伫地面吼，去伫地球顶面吼，迄个较贵，吼毋过若是互伊迄个去伫迄个太空吼，甲伊送上太空，伊会当吸收着诶太阳能吼，就对伊来讲就是有够额诶，吼，伊是安尼讲啦。我若无误会，伊就是安尼讲，哦，所以讲迄个，甲伊送上太空，吼，即个 AI 的即个计算力都会较俗，都会较俗，是安尼，好，即礼拜吼，即个 Elon Musk 的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哦，佮要甲另外一间公司买落来，哦，要收购即个 XAI， 吼，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XAI， 即个 XAI 是送诶，共款是 Elon Musk 诶，倒手向正手买公司安尼，哦，非得就是要经理做伙就对啊，哦，就是 SpaceX 要甲即个 XAI 买落来，吼，会当看会出来就是哦 ，Elon Musk 伊是认真诶哦，伊是真正咧迄个推进即个计划哦，无要甲你讲生笑哦，所以咱后摆即个世界变做安怎哦？毋知吼。柯老师猜讲伊确实用 AI 做侪怪代志。是啊。这大家进前应该伫 Twitter 嘛有看到足侪嘛会当讲是伊造成诶。咱就知影 Elon Musk 就是非得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有咧投资 AI 诶人啦。伊就认为 AI 是好工具啦。伊讲诶敢有理，毋知大家家己判断。毋过咱确实会当看会出来，伊对 AI 确实是有做侪投资，无毋对。林硕讲有一个新闻，咱讲足久免惊。我今仔日是有先，因为我惊讲我无够了解的新闻，我会讲了无介好。佮有就是有诶代志事，我嘛惊讲毋对去，所以我拢会先
大先就是准备过，所以今日无准备足侪条吼，嘿，所以今日准备若讲了，我著无报啊哦，我著变无报啊，嘿，变无报嘿，无使晓讲话，我著变无报啊，著安尼吼。学晓话青的代志，嘿，对啊，所以我拢爱先大先查资料啊，大先甲遮书准备好势，才袂教歹大家。咱通来看今日第3条新闻。大家要插话嘛免客气吼，想着要分享啥物拢会使分享哈。要讲啊，火箭有够缘投啊，嘛会使哈，嘛会使。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第3条。头拄仔讲着迄个 Musk 有用 AI 做足侪怪代，奇奇怪怪的代志有无？对无？大家变无报啥物？我莫掠我袂晓讲话，是咧。好，对，大家若是有咧用 X 吼，就进前的 Twitter 啦，即马改做 X 吼。若是有咧用 X，就会知影吼，进前是毋是有一个功能啊？啥物虚拟生日怎会使免客气、莫客气？毋是安尼，毋是。新闻无咧安扣的是，后摆要爱安扣是哦，这头有咧安扣的。好啦，讲到倒位啊啦？讲到即个啦，迄个用 AI 做做奇奇怪怪的代志有无？前一阵啊 ，X 有推出一个功能吼，大家应该有诶要咧去吼，要咧录吼，要咧万分的有无？即阵就是又推出一个功能，是直接用迄个啥物 Grok， 伊诶 AI 是叫做 Grok 是吧？就是会当直接甲人诶图掠落来，就是用 AI 甲伊编辑安尼，有即个功能对无？大家可能还会记吼，即个功能打出来的时阵，就有真侪使用者。因安怎咧？因甲其他女性的相片改做穿比基尼的，还是其他迄个，就是非得就是要经过本人的同意，就甲伊改做一个无适当的即个图相片，AI 做的相片，甚至有诶是用囡仔人的相片来改的，哇，夭寿 good， 夭寿 good。0287，大平安，欢迎来，这就算一种 deep fake 的即种类型的内容嘛，这足严重哦，这足严重的，而且佫有可能，有一寡人是甲即个功能，安怎摕来甲囡仔人甲因性化，这着大家若是常常会大家这做毋对的，大家若是有正常的判断力，应该拢会知影这真毋对，所以咧。法国就为着要确保，就是 X 伫因国内的即个运作有符合法国的法律规定，所以因就开始对 X 来进行调查的对啊。X 改道真是有够太过，而且有的人佫无感觉有问题，对啊，这就真正是毋知影要安怎讲呢？毋是吼，这就。我相信大家若是有正常的判断力，应该会知影这倒位有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讲，你若是讲这无问题，可能你的判断力甲我认为的正常人无啥共。所以你会当想看觅对，会当寻求，会当去找一寡专业的帮助就对啊。对，迄进前安怎超过啦？进前迄个功能打出来的时阵是。应该是所有人拢会当用，就是你无纳钱嘛会使用，所以就有真侪人因伫迄个 X 顶面看到水姑娘就直接掠伊的图，就一直叫迄个 Grok 甲伊改做穿这、穿迄、穿衫的。我讲的穿物件就是对，就是可能是一寡性化的即个穿插的对啊，这就讲你就算毋是用 AI 去生图，就算你家己用手画嘛袂使，好无？这嘛已经有问题，这嘛已经有去伤害着别人可能有毋是可能，就已经是犯罪啊，甚至即马有 AI 了后，有诶人就毋免会晓画图嘛，毋免会晓 Photoshop， 就会当直接用一个命令，就叫 AI 做遮诶无应当诶代志。真正是其他社群平台嘛有人直接甲别人诶作品摕去饲 AI。对啊，就虽然迄个进前 Grok 的迄个功能是，
就是直接一个饲钮伫遐，讲你饲落就黏面替你改。哦，这真正有够，嘿，就是动一支手指，就会当偷人的图啊去饲 AI。啊，毋过就算无即种功能嘛，有真侪人可能会直接，就是直接掠你的图，无经过你的同意，直接迄个骨厝饲落，饲讲啥物？要欠即个图，啊，就直接甲即张图摕去饲 AI，对。无毋对，即种代志已经定咧发生啊啦，佮直接迄个大互作者看吼，叫是咧替别人加工，佮家己足欢喜安尼，对啊，有足侪人拢无了解，就是是安怎袂当掠人诶图去饲 AI，是安怎啦？是安怎无法度理解啊？就算你一开始毋知影吼，就算讲你一开始毋知影，已经有足侪人甲你讲毋通安尼做了后，你佫继续安尼做，你就真正是。这叫做啥？批咧上，真是批咧上呢。对，我感觉真侪代志拢是安尼吼，真侪代志拢是你头一摆可能你真正毋知影，袂当安尼做。好，就算你一开始真正毋知影，袂当安尼做。有人甲你讲过了后，你佫继续安尼做，你是咧，今日无要骂人，所以咱来继续看第4条新闻。有够紧诶，反正今日当无1点钟就无啊。好啦，后回可能要准备较济安尼我爱想办法准备较紧诶，无通讲啊。来继续关心即个甲科技甲即个人类有关系的对。过来，咱西班牙按算要禁止青少年来接触社群媒体。西班牙的总理我尽量甲伊的名读互较对诶。西班牙的总理 Pedro Sanchez 伫2月初3伊讲要来推动禁止16岁以下的人使用社群媒体。啥物叫做社群媒体？大家若看到即个图吼，就是咱定用的足济啦，面册啦，Twitter X 啦，也是 YouTube 其实嘛，那就嘛有算，佮有啥？佮有 Instagram 之类的，啥物物件相对新闻毋是会角是讲角。角应该是无伤短啦吼，佮有一支长诶，一支短，大家当见较介意。是咧讲啥？咱遮都毋是迄种所在，呼噜同学平安下昼平安欢迎你来。是西班牙要来推动即个禁止16岁以下诶人使用遮个社群媒体。所以咧后摆伫因诶各平台要咧推动，要无完成推动，毋过有要杀个意思就对啊。讲要来禁止16岁以下的人使用社群媒体，所以咧各平台都需要即个年龄验证的系统。讲人话就是各平台都需要有一个系统，会当去确定讲你真正有满16岁，你若真正有满16岁，才会当用社群媒体。西班牙其实毋是头一个安尼做的国家呢。我若无记毋对，澳洲是澳洲澳洲是澳洲是欧洲。甲华语差有较济，大家若毋知影的人爱知影一下。讲澳洲嘛，已经有禁止即个16岁以下的人使用遮个社群媒体啊。大家恁认为敢爱禁止16岁以下的人使用遮个物件？这我无确定啦，大家会使讨论者，发表一下恁的看法吼。因为知影讲即个社群媒体，尤其是一寡短影片嘛不一定爱短影片，就是可能拢会去，大家拢会去呈现即个家己较好的一面可能会比这比迄爱讲，爱生做啥物型才好看安尼，之类的所以会产生一寡问题，所以有的国家就想讲，应该爱来禁止。安尼鸟美国水袂当用社群媒体遮少年啊！这是社会问题，毋是手机的问题。以早无手机嘛是有真侪人变歹，嘛无较巧。应该是我的理解就是讲，
科技本身，当然咱来使用的时阵吼，伊可能是好的，可能是歹的，无毋对。总共一句这确实是社会问题，无毋对。毋过因为我嘛毋是专业的，所以我嘛无法度甲大家讲迄个到底手机啊，毋是讲手机啊，到底即个社群媒体对即个青少年的健康到底是好啊歹啊？禁止敢会较好啊？这我毋知，这我是相信迄个对因的即个精神、心理上的健康到底会产生啥物款的影响？应该是心理健康专门的人因会知影即个代志阿辉无了解阿辉无了解所以阿辉无法度甲大家讲毋过咱会当看，咱若是单纯来看一下新闻，会当看讲别个国家是安怎做的因是安怎会安尼想我毋知我嘛毋知然后美国水嘛，敢若无应该禁止等因到迄个年龄会当用的时阵，因过去无学习安怎来好好用社群媒体去安尼讲有理呢，安尼讲有理呢进前是电脑佫较进前是迄个红仔册甲有小说安尼讲有影呢，我感觉你安尼讲有理，就是伊可能早晚拢会去用着啦无亲像讲你若是讲食薰禁止迄个未成年的人食薰伊可能后悔迄个大汉了嘛袂去食薰有可能毋过这有影无共，就是可能咱早晚活伫即个社会，早晚会需要去用社群媒体所以讲迄个安尼讲有影呢，就是毋是讲迄个切一刀讲即个16岁进前完全袂使用16岁了后就尽量用应该毋是安尼讲就是爱教育是安尼有理就是因确实是需要一寡时间来学讲安怎使用较好安尼讲我了解啊所以毋是直接甲手机禁止就好啊啦应该是讲咱爱安怎可能伫咱的教育内底互遮个少年人较知影安怎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阵佫会当保护着家己的心理健康安尼这我相信嘛是有教育专业的人会当解决即个问题这阿慧就无法度替大家处理就参像迄个18岁通啉酒的时阵，直接啉甲2涂啉甲伤欢喜我是无呢你毋是讲你无16岁，你啥佫雄佫满18岁咱有一寡问题袂当问伤深好，讲到倒位啊？讲到对，讲到即个西班牙有可能会出即个禁令就对，要来禁止16岁以下的人用这个社群媒体除了即个禁令以外，即个禁令以外因嘛西班牙的政府嘛有暗算讲后礼拜要来推出一个新的法案，要来追究责任要来追究社群媒体的公司对即个违法内容甲迄个受训言论的即个责任可能会调查 Grok。就头拄仔讲的 X 的迄个 AI， 嘛有可能会调查 TikTok 甲 Instagram 遮个平台违法的行为，是的。哎呦，简单讲是找因算数，讲即个恁无甲遮个即个违法内容管好好势，恁无甲恁的平台管好好势，所以爱叫因负责就对较使讲愈禁止就会愈爱耍我嘛感觉有可能呢，若是用硬性的硬性，若是硬性的直接强甲伊禁止，真正确实有可能会变做安尼就亲像讲，我想看卖啥物例通好记，有一寡例袂当记有就是讲，若是你直接禁止囡仔人看小说啦，禁止囡仔人看红仔册嘛是会愈来愈爱耍啦，是安尼无毋对，是安尼无，有可能啦，有可能会变安尼，这确实，会当讨论看卖，啥物？看火纸看伤久该休困啊！我是问啥物袂当问的问题啥？连讲到亲像华人社会定定会讲迄个，这你要细汉毋免知18岁了后，佮讲你已经成年啊，佮毋知影有足侪方面拢是安尼无毋对啊。
哦，就是咱所讲即个华人社会啊。你敢感觉家己是华人是另外一回事啦。啊，毋过对，通常会讲家己是华人社会的人，通常嘛有即个镜头。大家可能生活中可能嘛定看会到吼，无毋对。就是讲迄个包括关系即个性的代志，吼，也是无一定爱直接无一定爱甲性有关系，吼，可能甲迄个感情有关系的代志，比如讲安怎甲迄个人交往，吼，安怎甲人行斗阵做牵手。哦，遮个代志吼，拢无咧教，拢讲迄个啊，你还未成年啊，做这要创啥啊？结果咧，啊，你去读大学，你已经成年啊，随问讲啊，你太还未交迄个女朋友，交男朋友啊？是安怎？啊，毋是你你是叫是我迄个18岁，迄个迄天生日啊，雄着家己主动，头壳会自动下载啊，自动拢会晓安尼呢？啊，历届敢无出现？哪会安尼？等下我随来看卖。夭寿，有人等历届哦。啊，伊个迄个，歹势啊，小等者。我之前有听人讲，就是历届有时会出册，讲历届有时会出册啊，迄个通知会无去。哦，看起来是互我拄着即个状况啊。我随来看卖。我看一个歹势，啥物？要记角，啥哪要记我的角？啥哪？意图，啥哪？我是做毋着啥物代志啊？来安尼？我要安怎看我的？等下我看卖啊。老话，历届最近歹，对啊！历届最近毋若是有时啊通知无去，佫有可能会有即个其他麻烦的状况，嘿。真正无跳出来呢。啊，我嘛无看到老话呢，太安尼，我要安怎看？等下哦，小等者哦。而且伊的即个足复杂的，我拢找袂到迄个看老话的所在。啊，毋过伊若像真正无跳老话呢？我看卖。应该是伫遮。无呢？伊直接无出现呢。我连迄个应该是无成功哦，因为我看伊后台，是完全无即条笑，伊完全无出现即条笑，所以连迄个偌济钱，也是迄个投稿的人是迄个寄付的人是送拢毋知，拢无写，完全无即条笑，好是咧安怎？好啦，差不多是时间通好找历届，歹势，通好找历届以外的平台啊。好，歹势，请大家小忍耐者。我即礼拜这礼拜到底算是一礼拜开始啊，是结束，我嘛毋知。或者就是咱我即礼拜来研究一下，来看敢会当换一个平台。啊，大家若是甲历届吼。真正是无效嘛，会当到 YouTube 哈。大会报告，18岁未自动生一个伴侣互你，是安尼无毋对啊。阮来政府未发伴侣未？无我拄则记咧迄种时代定定看着，记咧头拄对一个，我家己煞对袂调，互历届节目改用3枪好，3枪我有看到有一寡人嘛有咧用，我来研究一下3枪敢会种麻烦，应该是袂比历届较麻烦啦，应该拢差不多。好，感谢你提供一个方向，我再来研究一下。哇，真正无出现即条笑，太当安尼对待我，
哪会安尼？我应该无看毋着啦吼。到底这舞倒一出？好，安尼咱哈，袂发伴侣，敢袂发想要妖怪马啦，无咧发即种诶啦。你要爱想要妖怪创啥？等下哦。啊！历届有寄批互我，啊，毋过我后台看无迄条笑，啥物情形？啥物情形？嘿，1:23，嘿，我有收到猫味果水寄付的500块，啊，毋过历届无甲我讲你的老话是啥，伊寄批袂甲我讲你的老话是啥，我来看卖，我阁会当安怎哦？对安尼，对安尼。哦，原来我的声会当遮低哦。稍等者，我来看卖，去咯，我要安怎查？好，阿辉免紧张，阿辉你会使。哇！嘿，历届真正有够迄个哈，安尼我毋知影你老话老啥呢？我想要看你的老话啊！哪会当安尼对待我？感谢猫味果水的500块，感谢。好，感谢你直接甲老话写伫遮。好，感谢，真做感。即摆听到是迄个老伙仔声妖怪出来声，年纪是秘密好无？感谢猫味果水老话讲庆祝会子头一摆开台语新闻台大成功，敢有成功？应该算是无介失败啦。毋过咱迄个历届舞一个，就敢若讲无遐成功啊，这拢是历届的问题，绝对毋是单仔伙子的问题。来我手动迄个加载咱即个迄个捡老话系统。足方便的，会使直接手动甲补起哩。安尼，耶，手动，我的老话无跳出来，我猫味果水老话是讲。做成功的，毋过我即马感觉淡薄失败。请稍等者，太安尼无跳出来啦。等。好，一直互大家等，歹势。好，安尼有，好，感谢猫味果水的500块寄付，互我会当搁活一礼拜啊。咱会当搁活一礼拜，就会当看到后礼拜台语新闻啊！恭喜大家。来，安尼咱讲倒转来啊。各位朋友啊，敢有人介意开的有无？恁先回答我的问题。恁先回答我的问题，先莫问讲问这要创啥。来，各位朋友，有介意开骹啦，有介意开的举手。有一条甲骹有关系的新闻啦。我趁大家回答的时阵啉一下茶。好，看起来阿玲足介意的是吧？我搁弄着麦克，夭寿！大家耳仔敢有安怎？敢弄着敢有声？
毋是角啦，毋是角啦，嘿，都是脚啊，毋过一个是角，一个是骹无角啦，毋是头壳顶的角啦，嘿。主控，敢是即个意思？啊，我毋知哦，我毋知啊，你知影毋是安尼读好？OK，今日一条甲骹有关系的新闻，大概若有介意骹，应该嘛会介意骹的图哦。看是要爱相片还是人画吼，应该嘛有真侪人介意啦吼哦。啊，迄个骹的图吼，足有这有做啥？足有价。有介绍，有介绍吼，有迄个画人画骹吼，画甲足水诶吼，会当卖足侪钱啦吼。哦，今仔日一条新闻，即礼拜啦，即礼拜哦，即礼拜伊诶名我袂晓读，米开朗基罗大家敢熟悉？华语讲米开朗基罗哦，Michelangelo， 伊画诶骹互人拍卖啊，哦，伊是即个文艺复兴时期诶，算是。真出名、真有名的画家，吼、伊画其中一幅素描，吼、就是一支骹的素描，伫前几工仔拍卖成交啊，吼、啊卖即张画的人吼，就讲即个，即幅图是倒位找出来，他会雄雄找即幅图出来，吼、讲即幅图吼，一直挂伫因兜的壁顶面，吼、是因阿嬷的即个收藏，因阿嬷的珍藏啦，吼、啊，伊即个画框吼画框，画框的后壁佫有搭电火布，吼啊顶面是因阿嬷有写字吼，写讲 Michelangelo 吼，啊因原底叫是这是复制品，吼复制原底叫是这是复制品，吼啊结果送去鉴定了后，发现哦是真诶是真诶，哦佮鉴定几若个月哦，哦这鉴定是真够工，哦啊鉴定了发现讲哇这是真诶，所以就通好来拍卖。哦，啊，即幅图卖偌济？哦，卖1690万英镑。哦，大家可能平常时较无咧用英镑，哦，啊，这是偌济？这大概是8.6亿台票，8.6亿，哦，8.6千万啦！哇，画一支骹的即个图，吼、会使卖甲遮贵呢。哦，所以大家迄个若要做大画家的吼，有想要画图的，哦，想要靠画图来趁钱的，啊，恁知影要安怎做啊？吼，哦，我著干那迄个提供一寡资讯吼，啊，要画啥物吼，知恁，有咧画图的，哦，知影无？知影无？画骹有前途啦，画骹有前途啦，了解无？了解无？耶！安尼咱差不多要来讲今仔日的上尾一条新闻，真无动头呢，真动无1点钟就要无啊！哇，这等啊阿辉实在，袂当讲家己无动头，袂当安尼讲。好啦，哇，安尼咱来看今日上尾一条新闻啊。是啦，因为伊是最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啦，是安尼无毋对。伊画一粒卵应该拢会当卖甲足贵的，伊画一粒卵应该嘛是会当拍卖甲毋知影迄个几千万，应该是无问题。画阿辉的骹会使画啊，恁会使画啊，我也无讲袂使画啊。啥物啦？画骹有前途，等你先入土，莫有白讲，莫有白讲，鸟鼻哥水学着啊，吼去看一下阿公阿嬷有啥物收藏会当发财，真正有可能啦。毋过你安尼讲，真正是有可能。有时迄个阿公阿嬷还是阿祖啊，吼，因可能有留一寡物件，啊，你可能毋知影迄是啥。发誓伊其实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有可能。罗马树下豆片仔环境你来，今日咧用台语来向大家分享一寡新闻差不多要讲了，因为我较无动头，无准备遐济条，所以嘛无讲真久。比起米开朗基罗画的脚，比较想要火蛇的脚。卖大家人拢，感谢0287加即个会员已经加2个月啊！毋过卖大家拢想要切我的角好无？不要抢我的脚，不要拔，不要锯，不要这样，谢谢。那后摆吼，我较有钱啊，我才来看敢会当做即个我会角的复制品吼、复制品吼，大家乒乓啦，好无？
感谢伊头条去车嘛加入我的会员2个月啊，米开朗基罗有礼貌啊会嘎，是要逼我录一个 shorts 讲这个吗？这会有人想看吗？我过来想看嘛，我再来想看嘛，啊，谢谢哈，安尼咱哇，真正开差不多1点钟呢，好啦，无法度，即嘛无法度。啥物是无动头？人台语无好，无动头就是动无偌久啊，无动头就是撑不了很久啦，撑不了很久。就比如讲，你若做一寡需要体力的工课啊，比如讲搬物件啊，比如讲搬册，嘿，比如讲你要搬足重的册哦，一箱哦，啊你要搬甲你的迄个，比如讲，假使讲你伫图书馆做工课，啊你即个一箱册要搬去图书馆内底，就做开你的困难。啊你可能搬一箱你就无法度啊，人就气嫌讲，你哪会遮无动头，但是安尼用的，哇，感谢鸟味果水已经加入会员2个月，而且对，我应该讲一下，迄个大家该急对无？即个鸟味果水甲咱的依托拢是迄个抓鱼即个顶级的会员，简单讲就是互我上侪钱的感谢2位吼，你是2个月迄个治愈宝宝，是安尼无毋对。希望大家当陪我，迄个毋是讲要叫我开一世人的台，所以我若开30档，恁就要加30档的会员哦，有听无？有听无？来，火蛇的烦忧是不是正能刷信用卡？我想看卖 YouTube 是爱用信用卡，无毋对，历届无一定，嘿，阿蛇主播出镜啊，阿季猪本哈，阿蛇主播出镜啊，请问阿慧脚哪里去？没得领。不过如果你想要那个阿火的脚的 emoji 的话，可以加入任何一个阶级的会员，对，只要加入最便宜的灰团这个等级，就可以用我的脚胶的 emoji 哦，像一头有刷一排的那个脚胶，那45路算是有领到脚啦。对，如果这个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的话，可以考虑加我的会员。林硕说有个很适合我跟伊利的新闻吗？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没看到吧？我应该没看到，还是我没有发现那个适合我跟伊利？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今嘛是冻头？什么意思？0287今嘛是冻头，因为去加头脏头做冷诶，要结冻啊是哦，要结冻啊，所以是冻头。OK，学会了以后就甲你的同事讲伊无冻头啊，迄个。安尼讲了，你对同事安尼讲，迄个恁敢会啊？敢有法度继续做朋友？我毋知哦，这我无负责处理哦，恁家己想好哦。无要教大家做即种代志哈，伊头你要无钱，所以无法度理解哈。不要紧，迄个大家家己的生活爱先过好，嘿。迄个大家无一定爱出钱啊，恁有来甲我看，我拢真欢喜啊，所以迄个有钱要甲我寄付，我当然是真欢喜吼，佮通食饭啊，嘿毋过若是无钱通寄付，来看就好，无就是迄个做啥？无得来看，无得分享，互你所有朋友，也是来留话，对我来讲拢是真有意义的，即刻加入资讯栏的 DC 群可以排位，卖我别讲，无这种服务。第二，请大家记得起一下赞多下。没得领算是一种 Mandarin 吗？变600没啦。多谢阿玲的笑亏，我上爱听笑亏啊。好，讲到倒位，咱来，这无动头的阿辉来甲大家讲一下，今日上尾一条新闻啦。上尾一条新闻，哇！台湾 VTuber 单火子这礼拜开始挑战用台湾话分享新闻，互大家听。讲这条放送这嘛算今仔日的新闻。讲单火子的这条放送这条放送已经伫今仔日下晡1点开始已经开始你要1点钟有可能会伫2点左右结束。这个单火子表示讲这是伊头一摆安尼整理新闻大家听毋若整理嘛佫爱翻做台语，所以算是有淡薄仔紧张啦就希望大家若是有介意会当试一个赞
是一个赞咧，嘛会当招你的亲戚朋友同齐来听。若是讲阿火做的代志有价值，买互我食较饱的，嘛会当寄付一寡钱。我的个哪会安尼写？BBC 文制造业是咧制作新闻，嘛我报一下家己的消息，敢袂使，你会当摕猫咪果水作证，这是你领到的角。这是因为你有纳迄个会员的钱，所以会当用我的家己 emoji 啊。原本叫是会有某一位小姐的新闻，倒一个我毋知，我真正安尼讲，我真正毋知影是咧讲啥。嘿。莫紧张，好看，好，多谢伊头，耶，猫咪果水嘛有角的，我嘛有哦，我要安怎饲我的角出来？安尼啦，哈哈，我家己嘛有通用哦，我家己嘛无通用，嘛是介好笑。好，即个月李小姐是对一位？我即个月阁有火节要袂送出去呢？无今日先送5个好啊！来，雄就来送者。毋知影送会得奖哦，咱来看觅。有个人讲食尾个无通抽奖，袂要紧。今日阿火来送一寡迄个火节，来看送会得奖。另外5个咱可能的，咱另外5个的后礼拜才来抽好啊啦。哇！命中铺成嘿！我头拄仔无甲你小姐问歹势我敢袂当叫你铺成下昼平安环境你来啊！恭喜你嘛，通饲即个鸟啊！有我的角啊！免设置0287讲即条新闻有向本人纠正过，百面是正确的。是安尼无毋对，我也无抽到阿玲，安尼阿玲敢若会当纳钱啊！初见面啊，恭喜你领到会员。有一寡有诶无诶怪的影片，当去看一下哈。好啦，上尾吼，就讲一下今仔日心得吼，毋是心得哦，毋是透大风诶心得，是心得哦，心得啦，讲者今仔日头一摆做这毋知影做了有好，还是无介好，我毋知啊。反正有人讲好听，呢我有欢喜啊。我即摆发现讲。哇！我准备半部嘛，无都准备足侪条，所以我可能，好，我搁想看觅。安尼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即摆是迄个一礼拜先甲所有看到诶新闻诶标题，拢先记起来，记起来了后，则个了经一工，则集中伫某一工，甲遮个标题诶新闻拢找出来，则来整理。所以算是一礼拜整理一摆尔。一礼拜整理一摆，可能就无法度整理足侪条。所以我可能后回就变做是一礼拜爱整理，可能爱经2工啊3工来整理，安尼看敢会有较侪条通好讲。所以咱就后礼拜才来看觅。后礼拜拜六佫会来做即个台语新闻报，互大家知影。所以大家若有爱听诶后礼拜拜六会当来啊。林去互诈骗无法度录卡。等迄个解决了后，才来补加入。豆豆来，无要甲大家逼，无要逼大家互我钱，大家先家己的生活照顾好势，才来讲哈。所以迄个，对，希望阿玲的即个诈骗的问题，能好好解决。鸟咪果水讲平时电视新闻1点钟加广告差不多。对，我这也无广告。希望后会有当会人是啥物？会当有人来迄个摕广告来互我报我较看敢会当趁一寡蓝山，这敢算蓝山？看敢会当趁一寡收费，看敢会当趁一寡收费零用钱啊，收费。时间若要较长的嘛会使，1回生2回生，有影。一开始较袂晓，应该是愈做应该是会愈熟手才对。安尼后回看敢会当1点钟半还是2点钟。反正我的脑后嘛无啥动头，我也无法度哭讲，一直讲话，所以应该是嘛免一定，应该是嘛无一定爱用甲伤长啦。安尼讲嘛对，安尼可能看1点半钟，嘛差不多。
点半钟还是2点钟啊？咱来看卖。那像袂歹吼，会当加其他迄个 V 款的宣传广告啊，不一定爱 VTuber 啊，反正有一寡迄个产品啊，啊是啥物小火锅啊，就要甲 VTuber 合作的，咱拢会使有看到的，有看到即个资讯，拢会使来迄个研究看卖，看敢有机会。希望点半钟是吧？好，无问题。安尼咱后回目标看后礼拜敢会当讲。点半钟应该是对大家来讲，可能嘛较舒适，可能较听到有够开，我会拿后嘛会牵一个即个拄啊好的时间，咱看敢会当安尼。好，哇，欧拉夫下昼平安欢迎，爸，你食中昼无爸？下昼平安啦，欢迎你来。毋过咱要结束啊，所以会使波动，所以就是安尼，后礼拜看有啥物新闻大家若是。迄个有看到啥物新闻，想要爱我讲诶，嘛会使投稿者，我才来研究者。无一定爱迄个专工替我找啦，毋过拄好有看到，若拄好敢若足适合，互我来讲诶，会使投稿互我，我若看看咧，敢若我真正有适合讲，我就是知影要安怎讲，会当讲好，我就会来讲。是安尼，是安尼。好，安尼咱即个时间毋知会当降落去倒位呢？敢讲咱爱去小大诶大台啊？敢会互讨厌啊？咱来去国际大台，安尼敢对？我来想看，会紧张，敢会安尼？我也无通选啊，就安尼，咱来去找大尾真正是非常大尾，敢会互人讨厌啊？我想看觅。莫想啊，去就对啊。好，大家再会。今日是安怎？今日是迄个准备新闻，就已经足紧张，即摆讲了要黑白讲，嘛足紧张诶。安尼到底敢好啊？安尼做到底敢好？毋知啦，大家爱有礼貌哈，大家爱有礼貌哈，多谢哈。好，紧张到要死啊！紧张到要吐，大家再会。